年先。Hello，馬來西亞嘅朋友，大家好！祝大家馬年最緊要身體健康，開開心心。其實咧，我覺得自己一個最啱 timing 嘅時刻嚟到幫 event 宣傳。點解？因為我專登整斷咗自己兩條韌帶。咩啊？因為我受傷啊，我踢波受傷啊。係啊，其實因為我知道要做 event，我專登整傷佢。因為我想個復原嘅時間咧，可以帶上 event 新嘅 product。冇錯，1個小時啱啱好，就可以1個小時。減輕你嘅疼痛，係冇錯。所以一個最好嘅代言人。係啊，冇錯。你咁大犧牲啊，特登整傷自己啊！OK， 咁當然咧，亦都係再一次俾啲掌聲我哋兩位朋友先，好嘛？而家手機好重要，但係掌聲更重要，好嘛？多謝宋。興啊，昂啊，屈啊，係今次先學嘅係咪？係咯，係嘛？係啊，但係其實嗰樣同我識嘅閩南話好近㗎。係啊，即係我哋譬如台灣都會講屈仔啦，我哋又好少將興啊、昂啊、屈啊擺埋。其實有時你返到屋企都唔知點解會語咗。小紅書